田道向说田道一公，温道一公，顶日好。好，请坐下。咱今年念书，各位各位助理，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午安。今日这课学学是大课啦吼，本来是咱帮助你来担任这个尾这个新的讨论啦吼，今日帮助你拄有重要的任务学法师咧甲讲啦，咱会当做一个较资深的啦因为学校还佫少年的讲学法师大家安尼想，学校这上纯浅，佫少年，对这个爱较资深的伊讲差不多啦。后壁就免解释的啦，找无佫较资深的啦，你去负责一下啦，学校的讲政府就聪明啦毋过今仔日拢有一寡大事件会记的学校就较安啦嘿啊，学校有拄到一寡大事件的学校就继续安尼啦因为若讲月头有大事件会出来，学校就落落来伊今仔日会使当中学校有先了咱有宣布过就是咧讲下晡有新的报告当然伫即内底。咱伫会使咱讲师大家讲，从大头开始，到幼幼，到大学，到尾爱国文字，这物件拢是透过迄个校来互咱达到会亲，会亲，进入到咱内在的字，人。流露出来以后，会变产生一种会记，所以内底拢是讲到尾其实拢叫咱迄个密切程度足够的啦。所以迄个密切有够密切无？要互咱的关系足密切，毋过就是咱的关系要密切，爱加强咱内在的密度。密度愈悬，真理的密度愈悬，咱互相咧斗阵就会愈密切，密切叫做亲。迄个密切，迄个亲来自于内在密度，密度叫做心，密度叫做心。内在的心的物件，透过咱会知影安尼听。加强咱内在的对真理的密度，这个密度愈密愈扎，迄个叫扎实。扎实的目的，互咱内在密度愈扎的目的，就是要互咱之间愈密切，关系愈深。当然，而且内底咱听伊出色，而且来咱讲到4点半，到4点半，这30分钟的时间，因为拄点的书，讲到几点，学校讲到4点半，袂来咱超过。因为点的书足侪落咧讲，所以留足一时间点的书讲，咱毋超过点的书的时间。所以咱咧起来讲的，拢差不多5分至10分钟的时间。若到尾啊，遐若话讲无对的，咱无听者，后一个再去讲。因为学校嘛知影讲有足侪拢是。想讲你听讲就是实体好，咱今仔日的话，咱对4点开始啦来4点开始，咱准备的是前言，咱拍鼓鼓励一下，咱4点前大家用拍一下
贵县的大家，今仔重点是讲如意嘛，我一般就是因为，因为我有这个。